来上即个教育部即个网站，来到首页遮，恁会当看到倒边遮有一个资源下载，资源下载遮有五个选项，麻烦恁点第2个选项是即个汉字输入法，你甲点落会连接到另外一个视窗，连接了后咧，咱来看遮，伊即个下载版本拢总有3个，看你本身电脑是倒一个版本，因为即台电脑是 Windows 版的，所以呢，咱就来甲试即个吼。好，来，迄落下载了后咧，麻烦恁伫即个每一台电脑拢无相共，麻烦恁伫即个倒边的下骹边遮吼，点即个三角的即个箭头吼，点落去，伫即个资料夹内底吼，甲拍开，因为我已经本身有安装啊，毋过来即摆要互大家看卖安装伊个部分。好啦，伊会问看你要执行无吼，你就甲讲你要执行。我电脑已经有重新安装，我就即摆就是我甲讲好啊，要重新安装。伊安装的话，即摆会甲你讲吼，后一步，你着后一步，来遮爱是我接受安装。伊会问你讲，看你即摆是要重新迄落开机，也是讲你等者才要开机吼我讲等者完成。即摆刷落来呢，麻烦恁开一个 Word 的视窗，开一个 Word 的视窗哦。来，麻烦恁来看遮恁即个迄个输入法即个工具遮，一定有一个加出来一个教育部即个台湾闽南语汉字即个输入法。好，麻烦你甲点落去。点过去了后，伊会出现一个这，好，安尼就表示你已经安装完成啊。